缓缓。今年来到礼票的那奖金还有那礼物，要拿礼物还3000块第一名呢。钱呐！再弄一个笨台尬款一下好吗？好，这样已经弄完了，变魔术已经变完了。恭喜你下奖呢！有观音奖，那基隆沙恐龙奖，这组好，2组都好强，更厉害，真的高手过招啊！你有用这一招追到多少女生过吗没算过呢。 ？OK。那个，你叫你老婆先关电视，我们再来访问她。我觉得亚美懂我，而且你不是喜欢吃油条，而且你也很油条啊。油条的人就会生油条，对不对？里外合一啊！吴明姐，你吃肉牛排，老太太讲一下。哦，安和森哦，衣服还差很大哎。我怀疑他是职业的演员呢。我真的跟你们说，牌子还你们好不好？厨师帮我。你带回家，因为我们没用到的，你们也可以回家了。年纪大，你们唔是谈下咩？因为年纪大，不会。我80几岁了，看不出来。你说我长得怎么样？哎，冲色啊妹啦，哎，很精致。我们有冲个色啊妹。张伯你谦。讲上面金等一下。好，姐姐可以了，我刚刚塞的钱没有那么多。Hello， 各位电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我有淑坤，一家之主，黑民族。做白跳。今日同歡喜呢來到太台總體區，我來前面嘅料理牛年哦。嘿，今日啊來賓哦，幾次間還有大家加油團、加油團來哦。今日錄影嘅現場當鬧熱呵。最近就現場嘅鄉親朋友。好，來分享到今日嘅評審先生，先來分享到盧尊彬盧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盧師傅。啊，大哥咧，小介嘅係新有鳳七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馮毅，大家好。好啦，馬上呢來分享到今日嘅潛水站，阿風吹啊特別厲害哦，佢係前架啦，啱哥都大馬關係，大家唱幾多介紹好哦。來分享到頭前要下水果女王哦，本玉太子老蘇明阿姐分享。尖叫聲在哪裡？查哥都會放喺咱厝嘅基隆沙係妯娌嘅關係吼，盼把合老劉曼叫總上放羊，來自東市嘅朋友，大家好，可愛哦！今日阿鳳吹啦啦隊當多年呢，前輩都係亞朋友係嘛？對，係我先老太講一下，你用啥係親戚關係用係？俺泰國、亞太哥、頭家、媽媽、太子做婦娘家。同生人嘅險愛阿姑，哦，係咩阿姑啦？險愛阿姑，好，來先問一下，都逢年呀，到尾有乜嘅好教好事好料俾大家小姐哈？他開店就是50年嘛，50年，他小小的一攤，菱角酥嗎？對啊，夜市那一家，對，你們有帶來嗎？好，2點開就會帶來給你們。2點。跟廟東夜市跳得好，最有名的鳳梨冰。對，鳳梨杏仁冰，對，排骨麵呐，也是很有名的。哎呦，跟他講的係豐原啦，哈，湯看一下東西好食好料嘅素材啦，讓你留下分享一下。啊，東西就係美食街，啊，專門做食的，啊，佢又做個豆腐糕，可以撈，啊，撈了將去切細細的，啊，就是啊，我知道那個，我知道那個，我這個跟奶油沒等後生，對，我知道那一家，啊，當酒名，要好食到安樣應哦。哦，呢件真係當成，啊，唔過你講到都都有誒，兩家都係燒幾好食嘅，馬上就嚟進行今日天意館嘅挑戰。料理鳳玉蛋，涼脆會用現改嘅方式結添主要食材，沙等完成自天愛做嘅料理。喺呢之前，唔知會儲到乜嘢食材嘅情況底下，涼脆會因為太緊張亂混毛，還有涼脆冇儲到嘅食材，你會由主廚來做示範，到底會變化出乜嘢想唔到嘅料理呢？最超級、最神奇嘅比賽，馬上開始了！安放題啊！好啦，一個料理鳳玉蛋呢，叫咩先嚟講配係菜名係乜嘅？今日嚟做係香豆腐。香豆腐哦，好的，嘿，來猜拳，來，馬上要出來。啊，文宇，誰要猜拳？誰是拳王？百合啦，好，啊，剪刀石頭布。
哦，让你。是拳王哎，好，厉害！来挣钱，这钱就加点了。两张，哎，两张，能力量，数1、2、3呢？等下， 1、 2、3，打过来。举看不会走呆了哦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好，不可以要骗。文玉姐，黄色， 1、2、3，大虎。丢挑系吗？他自己在旁边喊豆腐，不是啊，不是用喊的。好，来，现在所以寸他来改一下。哎，黄豆，啊，看啊，黄豆，还没做成豆腐。 1、2、3，耶！豆腐啦，你喜欢吗？喜欢。哦，原来你那么喜欢吃豆腐。跟博先学的。好，马上就会进行听一拐嘅挑战喽。哦，两罐地度呢，睇起家都出到自家嘅食材，先来问看呐，风吹有信心冇？伊系讲风吹啦。好，上个礼拜咱去看一下防疫量啥咯，咱吹有信心冇？耶！又掉啦，咱开始唔低啦。走得啦。走得。你家已经开始都想都带用来编发哎。好，比赛马上倒数3、2、1，抢开始。好，开始咯！啊，这开始，啥开始？同后菜呢，出到呀个笨的食材豆腐。我一定呢，其实应该感觉豆腐店都。哎，很容易。没有这么了。对啊。还是你那给我们刚好分一半。你走对了。走对喽，那先抢先赢喽。没有。好，来。看一下哈。哦，快佛。没有哎。等一下，太少了吧？它本身就是油条。要半煎炸系吗？油条呢？炸过了，唔怕。水果女王在切什么？切水果。对，把姜末蒜。怎么个配上会喊你水果女王啊？因为我在卖水果。哦，我也喜欢吼。丰原有嘛个特别个果子吗？橘子啊，水梨啊。朱明姐应该还加系染系吗？哎，怎么个有地方都会加染嘛？因为让它第一油温它会升高，然后你炸的时间就能够缩短。哦，不然因为它本身已经油条了，它炸过了，我现在是跟它用回锅，我怕到时候到你们嘴巴里面它已经是。很上火的东西，他专业的，不好，他专业，是这样是在。你还没做种朴实啊？冇。那条路黑马该之前，就是一样卖水果。哦。佳佳自己有种有诶，有种唔怕，这个有种有诶，先聊天了。有种诶芒果，酸的呀。哎，有几时有时间啊？因为等下时间冇咧，假是做唔睇是结束咧。他没有怕。他没太没冇用啊，你下去给它会回软呐。冇习惯。那起头几家下讲唔怕，系因为今日加油团动斗了，以人数优势啦。他很轻松，对啊，他很自若，是我们太紧张了。来，我们缓缓。今年来到两票，那奖金还那礼物，要拿礼物还3000块第一名呢。钱呐，先过去，等下好，走的，辛苦了。哇，好厉害哦，切花纹呢。哎呦，怎么个动物我切一条啊？一条再装到迄度就发。哇，哎，钓鱼你本大家看一下。好漂亮哦！不看哦。有。哎，MD 蒟蒻还做得要用切的。这个系马上教你啊，马上教你啊。那师傅教的。然后大家讲，伊利用沙应该系唔问你嘅来宾系做总厨师吗？伊利用沙就系pan作嘅。哦，对不对？赶快叫师傅。哦。看两个阿姐哈，看佢数就低，动油粥，都切出一切都速度按钮。有职业伤害了，但是是职人印记。你还会通过系冇？好，而且通起来发怎么讲起来，你都不按呢？哦，还会再卷起来。你们有想到吗？老实说，学起来，但是要版权属于他们。注明一下，教一下。哦，就这样。打结。哦。再弄一个笨台架看一下好吗？好。这样。已经弄完了，变魔术已经变完了，变魔术已经变好了。好了，发子走去了。哦。我是用线狗去看一下风水，等下长狗来看。好。这边是水果世家哦，看那个好哇！哎，这组好，2组都好强，动力害。
Thank you。高手过招啊！我真的跟你们说，牌子还你们好不好？厨师帮我有时间带回家，是我们没用到的，你们也可以回家的。豆豆单斗啦。文玉姐，你两三第二 give me hand 就排二走在容哈，是啦，是啦。他们不一定会帮忙，有时候是帮倒忙。我们都故意捣乱。这个做的就做的啦，不是麻烦师傅。拜托不是麻烦师傅哦。好了，没很多。我觉得亚美岛，而且你不是喜欢吃油条，而且你也很油条啊。油条的人就会是油条，对不对？里外合一啊。哦。哇，那就不低冲哦。我觉得很棒哎，而且给他剖开就有他的学问了。不过没听够哦，可是要吸到味道，他又说我们没有味道，是啊，我就生气了。好，吸那么多，你不会都黑嘛？个调油膏也黑嘛？个蚝油，香菇素蚝油。你刚才香菇素蚝油，还有酱油，还有一点盐巴，还有糖。哦，酱油。你刚才讲酱油，我就确定你是哈嘎尼的酱油。对呀。哦，狂鱼类差不多了哦。好了。等一下还有加副教服吗？好像可以耶。是的。没听给我哈，没听给。滴。我要穿是好的，我们去救在那边好。不是救，你两个还总不是嘞。哇！同时落一下酱呢。牛板筋酱。老鸡两沙恐龙酱。吴明姐，吃肉牛板，老太太讲一下。哦，安和森哦。你反差很大哎。我怀疑他是职业的演员呢。你有用这一招追到多少女生过吗？没算过呢。OK。那个，你叫你老婆先关电视，我们再来访问她。年纪大，你们唔去看他们。因为年纪大，唔该。我80几岁了，看不出来。有米酒哦，有。我好欢喜煮川，我真的在学习耶。好，那吧。你要搬去落去哈。煮两个油嘛个技巧，就是在老太太讲嘛。你冇嘛个技巧，你看香哈，现在就是透油了，一个香味都会走出来。哦，故说唔是先煸，一点都会先调米调好，原来那个一种做法。安尼落去，记得个香味就会出。真的都好嘞！哇，很漂亮哎！我起个4代下吼，比较小偏心是日本人好写个 QQ 的东西，看起来是动响音选。我加一些调油膏嘛，我加一些。你啊，爱吗？调油膏啊，调油。不是小李啦。我在不。一桶。师傅来判那饼了哈。好，应该很记师傅。虽然是搅差不多的嘛。桶都差不多了。那怎么干？好，你试试多的。我吃什么？冇意思。我调油多的。两件事。好啦，我们差不多倒数了哈。你要的技术调米唔怕哦。来，现场马上来倒数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！马上出来试试看那铁管低度，哪部开米西卡好食嘞？好，铁管呢，太起家用来嘅鱼香来做基底哦，食材不一样，先来试试看那风吹嘅鱼香油条。好香。第6个油条卡子呢，好吃哦。抱歉。我觉得我们的油条刚刚够火锅啊，做的非常棒，而且按钮呢又卡红泥米。苏明姐吃肉牛板，老太太讲一下。哦，安和森哦，你反差很大哎。我怀疑他是职业的演员呢。水果公主，你觉得呢？真的很好吃，很入味。你要给人家看你吃完了，我看我一口都把它吃完了。很绵密，好好吃。动电音效，问一下你龙沙阿姐哈，给他们点评一下走动牛板。好吃，高度是赞。哦，很高的评价哦。连下完全下冷水做界，
蒟蒻，我剩下给蒟蒻哦。这真的好漂亮哦，冻姜，开始感都好起来哦，像用的做法，建议下冻姜。哎，这唯一凉沙爱讲好多，你看那蒟蒻做的安用做哦，变化性多。蒟蒻咪咪哎，谁应该看都没冻好咸。哦，我觉得它的蒟蒻有咪咪哦。哎呦，苏米亚记你吃的嘞？都对啦，好吃，都对，有点含蓄。都对。OK， 喝色。文玉公主你吃的嘞？很好 ，QQ 的，然后切工切很漂亮，公切很漂亮，然后今日佢就香了。阿姐应该刚好讲嘛嘅。好吃。连班的人啊，你冇心冇暗鹹啦，煮冇暗鹹啦。嘿，现代人吃比较清淡的哈。安就我煮個淡就安尼哦。那就年紀大你嘛冇食暗鹹咩？因为年纪大，唔会。我80幾歲了，看不出来，不18岁了。走，紧运动哦，因为我哋下吼又是买个减糖饮食，而蒟蒻真系圣品哎。真的。不过我会买个蒟蒻哦，就会啪啪个贵挑啊，贵地啊，冇买变化。我按用走以后吼，我觉得视觉上的感受图吼动态哦，动哦。好来，紧张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，先来抢卢师傅抢本分数。很有机会，你下看一下阿峰哥抢本分数。不能因为人数优势哦。好，来卢师傅抢公平。迄两片梅头各个国家自家的梅头，应该我系政策都向梅的，因为了后水煮也系炒了的高肉，吼鱼香咧意思系炒了的高肉，一定系算炒香。可能国家有国家的方式啦，记到可能系有咧生意表咧投油啊咧对吼，这种政策都咧炒咧高肉的咧向梅啊。遐度可能好慢，但变下去，所以政策都咧高牛的梅头的，阿凤哥，嘿，我的想法吼，我咪本两片哦，像甲卢师傅讲的，这个酱香味又出来，像甲肉又炒过，又煎过，这香味又会出来吼。啊，两片是政策讲腌肉做咧生，不是用油嘛，做咧给它干烙头煎，所以不干肉的香味炒出来，是会。不较好啦，我想好，你改蒟蒻哦，我有学到没有动作的创意，有好多没冇分数啊。政策都跟了梅头，两片都政策做到动好啦。好，希望希望各位观众朋友都有学到两家各个的特色了。我三下来看一下卢师傅今日用来表现一个香豆腐，马上就来进行。开始甲其他一个香豆腐，今日就请卢师傅来表现。先来看一下食材有乜个？豆腐应该手刀的豆腐啦，哈。唔系你手刀嘅，系春下来嘅。春下来，不得已，应该春下来是的豆腐啦，哈。有蒜头面，哈，姜嘛，好水煮了，它有讲过咧，高牛啊，先炒香，好还有葱啊、辣椒咧，调一个。好，其实炒的时候，味道基要有香味，但係味道低白度。特加的东西，像头油、胡椒粉、香油。以前都高牛低度一下哈，看得到吗？慢叫这个看到哈。会。它好热梅啦哈。香油。香油没爱哦。香油有吗？有，我那边有了。很多哎。它係看，香油可能好臭的，應該是油會變好多一點點。恰恰呢？好厉害哟！哇，好厉害哟！羡慕。你本师傅哦喏嘞哦。你有用这一招追到多少女生过吗？没算过呢。OK。那个，你叫你老婆先关电视，我们再来访问这一题。对，谁？我嫌金水哦。你等下做装饰的听啊。哦，样机会辣辣哈。好酱啊！这些都是小技巧。才不会放。不过我们这里有种朴实哎。龙改哦。对。其他咧是切的咧白香咗咧，做个酱料是些用的。哼。
像你要较假时会做鱼香啊，要搞肉会卤鸡球啊。你要差不多10分钟左右。哦，要会去籽吗？等下会去籽。啊？你要装饰的，不是白酱的，白酱的，哦，调个要浸下水手咧。万一吃到白酱的就辣到很唔甘。好，是辣，其实夾，每次托胎是做的。哦，对半泡。哇！因为讲每辣子了籽来去处理它时候咧。其实辣度就全系多该籽啊哈。刚刚太紧张了，忘记去籽。那还给我拿2分。哎，这香味啊。哦，谢客。那就在问题吼，因为今日叫我做嘅係五香豆腐，咁豆腐做得還做其他嘅豆腐嗎？未做得啦。可以。譬如講呢？鸡蛋豆腐。像一般的个中华豆腐啊，摩斯的鸡蛋豆腐啊，那都是做的。有的也有用芙蓉豆腐，芙蓉豆腐一定要炸过。哦，冇强龙的豆腐，佢可能有冇强龙的处理的方式啊，因为咧像板豆腐哈，板豆腐其实係會做個講究毛細孔，好，因為講中華豆腐其實可能冇按好做個講，可能是有一點點勾芡，會處理一點勾芡。對。你係生開火嗎？好，生開火，我哋先嚟調調。有。有啊。係啊，剛。係啷開？哦，開好咧。你剛有開了，按兩下啊。哦。你很高矮呢。西蒙。哦，我切的哈，是。哦。他的不粘锅，而且他是师傅，不用怕，不用怕。等下煎好，还是拐七师傅了。好。那里啊是客家界的国民醋莲。梦妮会吃不哦？啊！等一下，我问错问题了，我跟大家道歉。是不是有人有加那个辣豆瓣？辣豆瓣哦，对不对？是不是也会加入辣豆瓣？有人耳機嘅石木啊，看伊咧風風啊，有人是咪加啲辣豆瓣？勾芡。聽到沒？弄個我是淡下哦，唔是甜鹹啦，係啦。陸師傅，你下多買個淨土咧？一個是姜麻蒜頭、高牛哈，用啲啲蔥拍輕下炒，係幫佢煸香。哇，見到又勁豐盛咯！薑哦，哎呦，薑，小心哦。那是蒜的薑的香味。對，因為上次講啊，你莫去掃掃啊，下去去梅頭有薑去炒火啦，所以蒜頭啊，咁啊佢梅頭摸唔出來。就沒出來。讓煸下以後，甜甜的幫佢炒啦，梅頭幫佢炒出來。哦，原來還有用正炒。還有咧，不要緊張，油膏，不要緊張。不要緊張。如果係兩下就會兩下對表，好，還有一啲啲湯。對。鹹甜啊！因為剛剛調味膏上去比較鹹呐，哈，就是水，胡椒粉。哦，還有水在這。好，還有一項嘅比水好調整價是米酒，香味啊出來。對哦，米酒在那。試一下。哦，好香呢。對呀，好香。你要嘗到色香味了哈。哦，因為石木外本有啲風哦，你啊辣椒是下去。酒香味很重哦。好，炒香以後長得加水。中華邊個嚟？好，因為我哋啲豆腐弄過，伊咁會爛脫，所以我哋將住哦，將佢變過來，幫佢燒一下。哦，收一下湯汁。好，幫佢燒一下。對，啲豆腐開始就做啲梅頭來。師傅，像你頭出來拉勾芡嘛？其實個拉勾芡可能我哋先用啲中華豆腐、雞蛋豆腐呢種豆腐，基本可能有一點點勾芡。因為豆腐冇辦法做個醬，因為我哋用啲板豆腐，佢出家時又會做個醬誒。時間快到了，有湯到哈，有哈。你看，看起來就是好吃。牛牛呢？哇，好香哦！肉比較多。哦，漂亮漂亮，它肉好多。
哦，你看，有泡水会比较绿，哎，哦，比较漂亮。哇，向豆腐，按钮就后塞喽。好啦，要跟唔用豆腐呢，卢师傅家表现到大家看到用最白白做4分的厉害哦。好，马上来吃吃看那喽，来，请用。大家看下咯，是卢准兵师傅嘅豆腐哦。而且辣这位唔敢食的，你要先偷拍哦。哦，好吃喽！很厉害啊！又敢黏腻又敢糯奶呢，它味道真的处理的好棒哦。朱明姐，你吃到用吧？哦，董熊，一盒色啦，还有一碗那个泡饭呐，哎呀，在做对啦。真的，你这么喜欢吃它豆腐，就给你带回家慢慢吃。对。唯一姐呢？董熊走入味啊，很入味哦。对啊，就真的是饭可以吃3碗。真的。问一下这哦。该下吼，张学是好嘅时节哦，把下就是啊哦，是哦，很好吃的哦，很好吃的哦，又黏味，你看，跟我想象。哦，好棒哦！师傅这样按哦，而家还冇半支分數，已經講過喲。阿曼叫這你知道咧？蘇士讚！係叫你買了就買順血哈。哦，因為啲時間唔會按舊啦，咁講啲豆腐凍熱梅。還有豆腐嘅餡哦，要你咪煎到凍好咯。花友講到進來哦，你呢先本睇下冰強鬆一下，頭前呢風吹得到2分，男主加油了，冰一來吼，馬上來進行最杯米館的挑戰。料理有意思，踏出料理嘅背後都有無同樣嘅故事。啲主題公布過後，兩歲愛找定題目來做料理。到底會有乜嘅神奇嘅，也係感情嘅故事呢？大家日日坐過來，一家之主上菜了。好，你下關地度呢，我選了太恰大嘴骨一下，不過你還記得你鐵白戀愛初戀係用嘅感覺冇？門到初戀哦，我係想唔起來啦。不過咧，我哋下係客家界嘅國民初戀。哎，冇因為接位哦，啊，等一下，我問錯問題了，我跟大家道歉。不是，百合姐剛才說，把 Cam 你有沒有上到用辦？你說我長得怎麼樣？哎，唱 CM 啦，哎，很精緻。看到就是唱個 CM。張伯謙，講笑面，真等一下。好，姐姐可以了，我剛剛塞的錢沒有那麼多。你有聽過嗎？有一種可愛是阿婆覺得我可愛，就是那種可愛。我還聽過一種可愛是口戀夢嬰兒。好啦，總講已經呢，對啊嘅鐵白戀愛到底係乜嘅感受？睇起來就上看啦。唔過今日你嘅主題就係很多初戀嘅秘辛。好啦，來談看啦，風吹初戀嘅秘辛，你要帶來係乜嘅料理呢？鹹酸甜，鹹酸甜就係初戀的蜜頭啊！有乜故事嗎？有，在19歲的時候，然後那時候在台北的餐廳上班，然後有一次老闆娘帶我們到苗栗的西邊去考娘家，然後剛好她有個侄子，只有我跟她的年齡是比較相近，還有一個她妹妹，然後因為我們在西邊住了一晚嘛，因為大家老年人比較早睡覺，我們3個年輕人就躺在外面的草皮上躺着聊天，說好浪漫，然後就唱歌。隔天早上起來的時候，她妹妹就借的機會，然後叫哥哥載我去西邊走走，然後因為我是台北人，那我不大會光着腳走路，他蠻貼心的，就牽着我走。哇！哎，對，可是那時候就是，哎，到接近中午的時候，然後妹妹來叫我們吃飯，看到我們2個手牽手在走西邊，然後就在聊天，他就回去就跟大家就說，哦，他們2個談戀愛的。可是那時候就是有點曖昧，就是心中小小的有一點勃發了哈。對，然後就感覺哎，有點甜對，因為鹹酸甜吃過午餐以後就要回去了。
然后就感觉心里有点酸酸的对，然后在当初有他们煮了一道菜，就是猪肺黄梨炒木耳，客家料理耶，对，那套菜非常的好吃。汉唐哥该东西系给体质白看到写了一个手哎，我们故事等一下张继兄做料理，感觉很多可以挖。先讲到这边，因为我们先留一些宝这样子，故事大家讲下去。好，这故事很棒。好来，好，应该还系非常哦，差不多20-30人演之前停啦。来看一下吼，你吼，今日慢叫阿姐吼，来讲一下，你要做嘅菜名先讲一下。今日要做哈，都要苦瓜炒金丝。哦，你嘅故事咧，60年前了。60年前哦。高哎哈，听说是办公室恋情哦。对，哇！以前外头泰山上班，也是有恋爱，但是恋爱的没，用皱眉的。后来讲没啦，感情讲白咧无感情，归去放弃，暂过本人做媒的，暂是为做媒的来攞结婚。原本系冇的咧，咁名还记得冇？记得咯。我要呼唤一下嘛，我摆这里哈结婚的啦哈，互相各自幸福啦哈。50年嘞。不过今年永伟做个梅干苦瓜炒豆豉啊，苦苦的吗？上去了，气都会叫出来。上去了个好啦，做一个苦瓜啦，回味一下啦。不过很多的故事，等下一篇做料理一篇讲，好吗？好。风吹有信心吗？有。咱们就有信心吗？好。有。呼喊爱情，呼喊你的初恋，拿出最后嘅明星来，比赛倒数3、2、1，抢开始。好，大家开始喽。你们是不是想等我们问你们初恋？现在就问。没有，你的初恋可以更多什么时候啊？你的初恋啊？今年天气挺热的。就是家珍姐啊。你个嘞？就是大嫂啊。你要你个嘞？恋爱不好，这我也觉得。直接结婚就好了。如果我的爱情长得这个颜色，我不敢回想哎。你的初恋可以更多什么时候啊？你的初恋啊？今年天气挺热的。就是家珍姐啊。你个嘞？就是大嫂啊。你要你个嘞？我真的忘了。很会回答。我真的忘了。记得嘞啦，哎呀。大家一看一下，一定有个初恋呐。好想听哦，好想听哦。我最喜欢这种八卦。后来为什么没有在一起呀？因为当初没有手机啊，没有联络方式，而且以前的联络方式都是写信啊，远距离的爱情嘛。那他当初也要考试嘛，然后因为餐厅上班就是早上也很忙，然后就错过了。那他没有来找你吗？我们只就坐火车有约会，有过1、2次而已。1次还2次啊？那为什么不直接求婚？我才19岁，我妈掉怎么可能？掉了，好幸运。不过应该看记得很清楚，你就知道那一段回忆是非常亲切的。不在乎天长地久，只在乎曾经拥有。李先生现在还有在有收看我们节目吗？在水果行吗？有。没事啊，谁没有过去？初恋啊？对啊，对啊。你听到美酒啊？还有嘞，结婚过后还有再遇到过吗？没有因为餐厅也没有开了，因为被火烧掉没有开。那后来大家就没有再联络了。他叫什么名字？阿超。我觉得故事还有，我们等一下先过去找了 ，OK， 找狗都一挖，继续挖。走的。慢叫姐。哟，你还记得60年前嘅事来哦。但水杯面有冇冇来讲下？恋爱不好。恋爱不好，这我也觉得，直接结婚就好了。对啊，那个话都说完了，情话说完没情话了。为做媒还是菜。你怎么不相信爱情呢？我哋过来也是真好过啊。系啦。先问一下，因为刚好有讲到，今日食材就有苦瓜嘛，因为上头会腐嘛。不过还有其他的食材系嘛个？那边看一下，百合姐那边。根本你还有乜嘅食材啊？腌丝啊。冻香哦。做得跳皮子系嘛？做得。夹丁咧放咗。冻香。
成年老味呢。那落去炒个嘛是得啦，马该都吃得炒啦。应该有现炒果嘛？该是的，是的。要炒过啊。两伊咪做咧。是咯。我哋食到咧。恰恰唔怕，囡仔都恰恰。好嘞。恰恰嘿。走对，走对，走对。你就不用那个先炒咧。做咧先炒咯。慢叫姐，好的吼，你莫老该谁来穷下？啊，莫是你是莫认识机的呀，对不对？缘分就会安永英。哦。好姐妹呢，现在。对对对。好，我们等下再回来。好，继续走。好，谢谢啦。Focus 在料理的部分。我想说，哇，故事时间越多嘞。哦，而且啊，其实吼，大姐呢，给唔内客家人，可是呢，给沙洲的驻村客家料理这道菜，你后来跟谁学的？后来我在车上就问了我们老板，哎，那套凤梨炒的那一个是什么菜？他就跟我讲说，凤梨猪肺炒木耳。那我就请他教我怎么做。哦，所以该留些该谁来也是客家人，嘿吗？没汉音啊。英国黑吧，没有力的呀。我是台北。对啊，他那个男生啊，对，他是客家人，他们家的煮的就是客家菜。你就是专挑客家男生哈？没有啊，那是刚好我做的方便的，没有收录到了。然后一点水。哎呀妈干，没了就这样，没有肉要下去炒。等一下，我那个肉就懂了嘞。买按斤重。呀哈，你不用弄去煮，你又不会熟嘛。莫先别过啊。莫先别过，不是别过，别过肉会漏啊！我怎么觉得你比我们紧张？他紧张啊，他很多哎。不会，等一下我要说加醋。醋，对，断死哈。那大家就差不多好了，我们先去看看那一对喽。好。这是什么？哇，咱出好好嘞。这要有白饭呢，苦瓜。有没有味道？懂熊哎！你看，该下哈，你用啥么本，用啥分数，这时候拿出杀手锏呢。厉害，了脱水。哎，如果我的爱情长得这个颜色，我不敢回想哎。真的，这个很苦哎。全部都黑的，没冻酸。来，没事啦 ，OK 啦。不要多做阿婆哎。做阿太肉。你做阿太肉。哦。我想要问一下，因为你也顺了啊，然后还会告女朋友、告男朋友哦，你还会请他相信爱情吗？当然会啊。你要缘分啊，就熟悉的结尾，啊，冇熟悉，哎。某数喜哦，就叫他来拜这边的月老。对，健康，对不对？好嘞，是走在中意啦，中意啦。因为我们补问一下，该下吼，除了那个福瓜啊，还有泡菜啊，又干嘛挑眉毛、调味啊？对啊，干嘛干？不用滴滴的，不用石头，不用粉刺，而且是酒。酒没有哈，算是。夫教妇有吗？有，夫教妇没有，夫教妇呢？不要你说有表哈，我会给发。他的爱情里面还有一点辣辣的。对，昨天有辣。那我煮就没有放那个。因为你的爱情很甜美。我的先生追我追3年。你这么难追哦，追3年了。你可见是那个长跑上将。17岁就追我，我觉得19岁就嫁给他。好了，不要说好了啊。好 ，OK， 好，马上来倒数喽，后来，好了，天草马上倒数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马上出来吃吃看，那最杯米馆倒在那家嘅也嘅处理的米丝较上瘾呢。好，最杯米馆的故事呢，心情有意思的紧张。不过呢，两下两组的菜色都到念头前，马上先来说风吹优术片的两盘先生了哈。好，这个是。19岁嘅恋愛啦，水果公主的初戀，鐵一排片寫嚟嘅書啊，鹹酸甜，鹹酸甜。我呀嘅松板酥，不是講呢生意了有懂車啊呢哈。蘇敏阿姨，你吃的牛板好什麼？龍板衣有一點像
转基那个19岁那个年代，初恋的年代。他好像也想起他的初恋了。好啦，文玉公主嘞，你知道嘞？回想到之前的过去，然后现在就说放在心里就好了。这么多人的面前，然后我觉得初恋就是永远放在心里面，最甜蜜的滋味，就酸甘甜。哇！你看文玉姐，你看你想到阿超，应该笑容满面的。好啦，哎，阿姐，你知道嘞？你就知道个地北读个酸酸甜甜初恋的滋味吗？知道那个酸酸甜甜，哎，又脆脆，哦，真的是很棒，吃了心里很开心。哎，你们哦要多一面，谢谢。按着声，他问一下慢叫姐哈，因为依家下讲哈。哦，请求安用心哦！我们要现在来请我们的满娇老师来公平一下。真的不错，不错。你说阿超不错，还是李阿超才不错？这个不错。哦，那阿超，喊走错了，有巧，你好，挺配。我们来吃一下蓝水哈办公室的恋情。好 ，OK。哦，有卤味。还好呀，煮米头哎。复甘甘的，可是回甘之后你会受够，两个米头是粉的有层次，很有深度的味道哦。因为一开始吞落嘅时间，因为现在都该腐挂吼冻腐，不过机会转甘。还有加一个泡菜呀，泡菜呀。仲明记你吃了嘞？做的，哎，一碗白饭。哦，很香，很厚。大家敲完我们的白饭已经敲了3年了。哦。真的啊，那这种菜，而且给色香香哎，你喜欢他的爱情哦，可是有一点苦的感觉，有一点苦，真的。妹，还是非常讲，Andy，一年啊有苦有甘，一年啊唱得安尼啊，人生都 OK， 舒适。哎，慢叫信上就讲，有没有听？啊，文玉姐你取到嘞？是的，我觉得甘。虽然苦苦的，可是回甘很快。哎，大家 focus 在料理，你们讲到爱情，全部都跟我们说了哈。等一下，我们评审还是评料理，不是评爱情哦。错。百合姐有嘛讲嘛？俺奶奶有安尼苦哦，俺苦就有像以前按苦，俺连蛮苦，反正就来个甘，哎，快乐安尼，就是伤心很开心安尼。各家嘅愛情呢都有無強嘅美事，唔過三下輪呢揾師傅來競爭嘅，盧師傅搶半分數。緊張，深呼吸一下，決勝負的一票。好，你下我看一下最尾一份，由呢個阿鳳哥搶半分數。搶少咧！要嚟轉來。根本呢，哎呦，2個都係第1名。哎呀，好，唔該呢，先來請盧師傅搶公平。好，其實呢一片吼，一整差到叫你紅出來，按到鹹酸甜，即係講少一點甜，就鹹做得好甜掉。還有講你要在做嘅咧東西嘅順序呀，了掉吼，可能。หั่嚟效果改一下，吼梅頭香味可能หั่下袂出來，哎，啊你啊，有時講看你看烏啊，說啊你客家嘢你啊醬嘅，吼頭油嘅咧啲味道，食落去哦，因為即食到苦瓜嘅苦，吼最尾有咧乾嘅梅頭樣嘅。阿鳳哥咧，好，我無本嚟片，我嘅想法係講吼，結果每一間菜。大概苦瓜真緊凍好食，該泡菜有冇主動咪凍好，又炒過，有撈該苦瓜下去煨它，哦，撈去煨它，煨煮的時間又夠，還有該調豉油哦，又有吃到像阿斌師傅安講又回甘，哦，所以全部的食材加起來凍結合 match 在一起，哦，按我本嚟片嘅想法嚟講，其實啦。該往里吼，你咪做咧該鮮油啊，做咧先切鐵，切鐵落去炒，放去煮下舊掉，叫蒜味是來下多一點啦，是差不多安樣啦。像該比例咪教頭先教講湯，該湯油嘛做咧1，該醋做咧1，水咪做咧1，點咪係啱即個黃金比例啊。你到韓白地步看咪做咧做1比1比1嘅比例落去煮，落去該醋嘅味頭下去煮，其實會變到酸甜。
哦，很容易哈，用片都表现动口了哈。不会呀，个指头睇下下一班做来吃看呐，唔过呢，今日两组都系第一名，2比2平数。恭喜！谢谢，赖转来了，赖转来了。哎，你马上就要来颁奖喽！耶！今日两个大头名，风吹恭喜得到1500元假彩金。恭喜！今日哦，咱是吼最美眉赖转来了，咪得到2500克嘅假彩金。罗拉，先请文玉姐老太太分享一下这次参加的心得。这次很感谢我们丰原福德宫给我这个机会，然后可以参与这个节目，也很高兴啊。因为我们说实在，丰原福德宫高手在都如云，他都派我这个小啰啰出来参赛，太客气了，真的让我很高兴也很荣幸。然后感谢我们福德宫的主委啊，各位卤主啊，各位的主管，然后给我这个机会，谢谢他们。来，宋明阿姐老太太分享一下。冇个感言啊，文艺讲提嚟就好嘞啦。冇啦，会拍摄哦。丰原福德宫赞！加油！大家可能冇看到真嘅哦，也太惊艳啊！真的好大一群人哈。不过今日咱准备动厉害哦，虽然呢冇买加油团，不过我们心中的加油声音气势没动台的哦。原本你那多了钱哈，要拿来做什么？我拿来买东西，来分煮他这些。哇，暗号。好了，今日参加要放戏吗？有哦，放戏吗？有翻譯冇啊？有翻譯嘛？有翻譯哈？翻譯啦。最尾吼，坐在本機頭差唔多5秒鐘吼，本機跳舞一下，看一下吼，全國大跳秒係我們榮哥坐在嗎？掌聲鼓勵一下。來，5、6、7、8。阿文叫這冇跳，我硬沒有跳。啊，你冇跳哦。好啦，看一下今天當電影下啦。哎，你大白看到好來賓哎呦，當和尚當唱春哦，我們這心情跟着也歡喜起來。好 ，OK。冇唔錯哦，今日嘅料理比賽其實冇很簡單，而且呢兩個都係大頭名，恭喜大家哦！恭喜！所以真經非常歡迎所有嘅朋友吼，假使你懂會煮菜，假使你懂好煮菜，無論係樣板型吼，夾報名參加哦。記得咯，下禮拜就等你共下來啊挑戰，分享也不開好秘辛，一家之主，你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貴姓牛師傅，來。